Actor out of work. News at 11. I'm in a very unique situation. 喺我一生之中，呢段時期可以話非常獨特嘅，因為生活好順利，我享受到各種福分，完全感受唔到任何壓力。我冇經濟嘅壓力，我冇職業嘅壓力。我想做嘅事好多已經做到。40歲人擁有一個好家庭，一份好事業，喺經濟上完全獨立，有自由去做呢件工作。米高霍斯正在推行一項尋求治療嘅活動，佢別無選擇，必須擔演一個重要角色。而事實上，佢本身亦都處於一個人人關注嘅科學謎團嘅核心之中。其實本世紀初已經有大量嘅帕金遜症病例係同腦炎有關，而家睇嚟可能同甲型流感有關。嗰陣睇嚟，似乎係病人腦細胞受到損害，又或者係有90%腦細胞死亡。我哋相信大部分帕金遜病人都係因為受到病毒感染，或者係接觸到某啲毒素先至會染上呢種病。研究人員尋求療法，佢哋將線索拼湊起嚟，得出一套新嘅理論，認為帕金遜症未必係一種疾病，反而比較似係由環境毒素，甚至係一種類似感冒嘅病毒所引致嘅腦部創傷。至於米高嘅故事，就由佢同溫哥華一隊攝製隊合作，初次拍電視片集嗰陣開始，而且好奇怪，佢唔係嗰班人之中唯一有帕金遜症嘅一個。當時我坐喺嗰張露營摺凳上邊，攝影機就喺旁邊，大髀晾住我本大活頁簿。拍完嗰個鏡頭，我伸手去攞樽水嚟飲，嗰種情況又出現，隻左手無端端戚咗一戚。導演走嚟同我對一對劇本改咗個部分，我重新集中注意力去做嘢。當時我決定一拍完嗰組戲就去揾醫生檢查。沙利加拿係成組工作人員之中最早出現症狀嘅，佢接受一連串醫療檢查同測試，結果聽到一個噩耗。嗰陣係84年10月，我一啲心理準備都冇。我坐喺當勞卡尼醫生對面，佢語氣好平淡咁同我講，話我患咗帕金遜症。我嘅反應好冷靜，我想知道點樣醫得好，但係佢點講呢？慢性病會惡化，冇得醫。我開始感到震驚，我試圖集中精神，用心聽啲細節，但係覺得好麻木，成個人太過冷靜。Did you have any idea what your diagnosis was going to be? No, you didn't have. So this is really the first. How old are you? 佢嘅護士蘇珊用淺白嘅説話解釋呢種病對我生活有咩影響。I told you it's not life-threatening, but it's life-altering. I think that. 佢話喺短短一日之內，我唔可能聽得晒咁多嘢，真係唔講得笑。我應承蘇珊，有問題就打電話問佢。一行出診所，外邊天朗氣清。我清楚記得當時嘅諗法。2小時前，我打開車門出去，都未知自己有帕金遜症。而家知道自己唔係無端端手震，係有名堂嘅。不過唔知仲好。我對住個駕駛盤喊咗一場，然後慢慢乾眼淚，揸車返屋企。沙利離開英格蘭，移居加拿大，目的係尋求新嘅刺激。之前佢已經喺英國廣播公司電影製作部工作咗8年。喺溫哥華，佢好快就受聘於加拿大廣播公司。1976年，佢參與製作一套新嘅情景喜劇，叫做《里奧與我》。當時一個黃毛小子，16歲嘅米高霍斯啱啱出道，參與演出嗰套劇集。Jamie, our nephew is gonna be a star.
Jamie, is this true, like in the movies? It's not so much. A peanut butter commercial. 成班工作人員笑到肚痛，有佢喺度真係好開心。佢好中意喺片場搞震，而且做戲真係好好。我好肯定，當時人人都相信佢將來一定大有前途。米高霍斯星運亨通，由溫哥華發展到荷里活。由你奧與我到一家親，之後又拍回到未來，佢絕對係好戲連場。How far are you going? About 30 years. 但係喺91年，米高初次留意到症狀，佢隻手戚咗一戚，同莎莉一樣，佢唔肯相信自己患病。當時我生命多姿多彩，之後我花咗幾年時間先至令自己接受嗰個係事實，明白嗰套戲我唔可以拒絕演出。之前有一段時間，我一直都認為一定係有其他原因。諗翻轉頭，莎莉仍然記得當時一切係幾咁唔真實。佢同米高都係年紀輕輕，喺生命嘅黃金時期，證實患上柏金遜症。喺大家心目中，柏金遜症係屬於你阿公阿婆先至會患嘅嗰類病，係一啲長者嘅疾患嚟嘅，起碼好多人都係咁睇。不過近年研究顯示，柏金遜症嘅年輕患者有激增嘅趨勢。事實上喺嗰組工作人員之中，仲有2個人亦都證實咗患咗柏金遜症。究竟係咪巧合呢？冇人研究過呢隊攝製隊。不過科學家進行咗一連串病例研究，開始相信病毒同各種環境有動物係主要嘅致病原因。一直以嚟，大家都有討論，好有興趣知道柏金遜症多數病例究竟係由基因引致啊，抑或係環境因素引致。當然啦，有2種基因係確定咗會引致某類型嘅柏金遜病症。另外，大約有1成半人係家族有呢種病。而我哋進行嘅研究顯示，多數嘅柏金遜症病例，甚至係家族性嘅柏金遜症，其實原因都係同環境有關，多過同基因有關。病因可能係我哋接觸過某啲嘢，而係鑑定唔到嘅。係咪病毒呢？有可能。係咪殺蟲劑呢？都有。科學家試圖確定致病原因，而米高霍斯亦都做咗個重要決定，唔再參與政界小人物呢一套受歡迎嘅劇集演出，利用自己嘅知名度，集中精力為柏金遜症研究籌募資金，促進大眾對呢種病嘅認識。有時啲藥丸唔生效，就好難控制到隻手，講嘢亦都好難，行動好困難。但係藥丸生效嘅話，好似而家咁，我要準備接受訪問，又會因為緊張而出現運動機能障礙，不自主咁喐動，就係呢啲咁嘅問題。不過有咩大不了？我成日教啲仔女，好似冇幾耐之前，非洲有笪地方發生水災，紐約時報有幅相，係個女人喺樹上生仔。於是每逢啲細路唔開心，有啲嘢令佢哋唔高興，我就會舉呢個例子。人哋喺樹上都生到仔，你都應該正面去處理問題。我自己都係咁睇，我有我嘅問題，人人有自己嘅問題，都一樣要面對，唔可以逃避。可惜柏金遜症同其他病嘅情況唔同，其他病要尋求醫學上嘅突破，可以有10億資金，但係研究嘅人唔多，有錢都冇人用。柏金遜症就相反，好多人都等緊錢做研究。喺紐約嘅米高同喺溫哥華嘅莎莉一樣，都要定期去睇醫生，而且睇唔到盡期。莎莉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嘅行動失調中心接受一連串嘅測試，監察病況嘅進展。
而佢嘅醫生喺過去12年嚟就致力研究，而且提出咗新嘅理論，認為柏金遜症只係創傷多過似係疾病。我哋認為病人可能係好短暫咁喺環境之中接觸到一啲嘢，造成損害，咁之後就冇接觸，但係創傷就引致佢腦部嘅細胞過早死亡。喺健康嘅人腦裏面，要移動手部或者伸手攞嘢嘅思想，係由腦部外層嘅細胞所操控，亦即係大腦皮層。但係喺腦內層就有一團棕黑色嘅細胞，叫做黑質，負責控制肌肉活動嘅就係呢個部分。一種叫做多巴胺嘅化學素，負責喺細胞群之間傳送信息。呢種神經傳遞素分量適中嘅話，就能夠產生精確流暢嘅肌肉活動。但係如果黑質之內嘅神經元死亡，喪失咗多巴胺，人就會莫名其妙咁樣出現動作遲緩、肌肉僵化以及抽搐嘅情形，全部係柏金遜症嘅典型症狀。假以時日，越嚟越多多巴胺神經元死亡或者停止運作，病情就會逐步惡化。究竟係乜嘢殺死神經元呢？柏金遜症係咪真係持續進展嘅病症，抑或係一剎那間造成嘅創傷？最好嘅解釋就係有啲嘢發生好短暫，但係導致細胞受創，好多年後甚至死亡，而且係比正常嘅情況死得早，所以病情會逐步惡化。要了解卡尼醫生嘅理論，不妨想像柏金遜症係環境因素，例如我哋食嘅、飲嘅、吸入嘅嘢引致嘅腦部創傷。想像下一種病毒或者有毒化學素能夠入侵腦部，能夠避過人體免疫系統嘅防範，襲擊嗰啲製造多巴胺、控制肌肉運動嘅神經元。想像下嗰種有毒物或者病毒一下子殺死咗部分細胞，同時損害咗更多嘅細胞，受損細胞死亡嘅過程緩慢悠長，令人誤會呢種係持續進展嘅疾病。其實一切損害可以係喺一次事件、病毒或者有毒物對腦部嘅一次襲擊之中發生。打一個譬喻，就好似喺戰場上經過一場仗，有啲士兵冇死到，佢哋走甩咗，可以正常生活；而有啲士兵就死咗，有啲就受咗傷，以致唔能夠自然咁死亡，而係早死。亦即係話，你會損失部分嘅多巴胺細胞，但係不至於多到即時就睇得出你患咗柏金遜症。但係細胞又陸續死亡，於是出現咗病徵。柏金遜症可能係由環境因素引致嘅呢一套理論，最初得到證據支持係喺1966年喺紐約一間醫院，一班病情極度嚴重嘅柏金遜症病人由奧利華薩克斯醫生負責診治。佢嘅著作《無語問蒼天》曾經拍成紀錄片以及荷里活電影。我發覺嗰班病人都患咗一種奇怪嘅病症，叫做昏睡症或者昏睡性腦炎，係20年代前後嗰段時間嘅一種流行病。佢哋幾十年都係喺醫院裏邊處於一種僵化狀態。到咗嗰個地步，病人一部分腦區已經出現多巴胺神經傳遞素短缺嘅現象。多巴胺嘅作用之一就係維持動作暢順、維持感情以及思想嘅暢順同流通。有多巴胺先係能夠正常活動。如果份量唔夠，行動就會遲緩，甚至係唔喐得。但係份量太多咧，又會有痙攣性嘅急動，好似妥瑞症嘅病人咁。後嚟薩克斯因為姻親關係認識當奴卡利，佢喺倫敦一間診所治療緊一班類似嘅病人。於是兩位醫生互相切磋，手術亦都相當安全。
但係佢始終唔會係長遠嘅療法，連瑞典嗰班醫生都同意，甚至科學界幾乎人人都會話，而家最大嘅希望係採用幹細胞。幹細胞係原始嘅神經細胞，可以被誘使去負擔好多類工作，例如製造多巴胺。其實到90年代中期，多數研究計劃都已經用緊幹細胞，來源係人工受孕診所培植出嚟嘅多餘嘅胚胎。呢啲原始細胞如果有適當嘅調教，相信可以培育成我哋需要用嚟醫病嘅嗰啲人體組織。如果可以移植啲細胞，而佢哋話我係製造多巴胺嘅，好啦，等我嚟開工。而真係做得成咁樣嘅話，我就會好得返。但係反墮胎組織亦都多方面游說，試圖禁止幹細胞研究。佢哋嘅理據係移植細胞，無論係胚胎抑或係胎兒嘅細胞，都等同於為咗救人而殺人。其實採集成人幹細胞都係有可能嘅事。理論上，好似康妮呢一類病人，終有一日可以採用翻自己嘅骨髓、皮膚甚至脂肪嘅細胞。不過目前都仲係喺試驗階段。另一方面，喺成年人身上採集呢啲原始嘅幹細胞，有使佢哋長成為你要嘅人體組織，然後用嚟取代佢本人嘅受傷細胞。呢套理論都好吸引，而且係冇任何道德上嘅爭議。佢唔係胎兒組織，佢唔係有生命，而係來自成年人嘅，爭議會少好多。不過問題在於，成人幹細胞嘅科學研究少好多，相信要等好多年，先至能夠跳出實驗室，發揮佢醫病嘅作用。幹細胞亦都會幫到糖尿病人、癌症病人，而且已經有接近成功嘅突破。糖尿病人有1600萬，柏金遜症病人有200萬，唔知幾多人有老人痴呆症、多發性硬化、肌萎縮性側索硬化，所以遲早有人會發覺自己阻撓呢類研究發展，就等於自毀政治前途。不過哲學性辯論只係爭鬥之一。米高霍斯初時去華盛頓做嘅係促請國會喺財政上給予柏金遜症研究等同於愛滋病以及其他高姿態病症研究嘅優待。當我發覺柏金遜症研究嘅撥款少得咁可憐，真係震驚兼沮喪。好多人話柏金遜症係最有得醫嘅神經失調症，亦係萬眾期待最早出現突破嘅。我預期自己到40幾歲就會面對多數人70、80歲只會面對嘅挑戰。但係如果我哋大家都盡自己嘅力量去徹底消除呢種病，咁我50歲都仲可以喺仔女婚禮上面跳舞。同我一齊開心嘅會有幾百萬人。多謝大家俾機會我發言。而喺紐約，米高霍斯就設立自己嘅基金會，為柏金遜症研究籌款。我辭演政界小人物，專心去揾柏金遜症嘅療法。我希望10年後我就失業，因為科學家相信10年後就有突破。不如上個網站幫下我哋手。大家合力，10年之內就打敗佢。好啦，我要講嘅就係咁多。多謝大家支持。喺加州離聖何塞冇幾遠嘅太陽谷市，一間全新嘅診所兼醫學研究中心落成。柏金遜症研究所得以成立，主要係歸功於威廉蘭斯頓同佢嘅 MPTP 病人。係佢哋引發起大眾嘅關注，投放喺柏金遜症研究嘅資金已經多咗，不過未足以顧及等待佳音嘅病人。我已經立定咗決心，要嘗試成立一個有效率嘅專責研究小組，係可以靈活而迅速咁去鑑定潛質最好嘅研究。跟住我哋可以遊說政府，話我哋啲錢資助研究，你最好都幫下手。米高霍斯基金成立之後，投入服務啱啱滿1年，米高已經簽署第一批支票，撥款超過150萬美元資助新嘅研究。到而家，
已經有超過2000萬美元嘅捐款。10幾20年都冇做嘅嘢，我哋1年內就已經做得到。亦即係話嗱，呢個問題人哋話解決到嘅，而世界上等待救援嘅人亦都好多。話做就做啦，唔好講咁多廢話啦。柏金遜症研究即將出現突破，科學家喺呢方面嘅發言亦都開始樂觀。而家嘅情況就好似拼圖，有好多塊堆埋一齊，未完全砌好，而且有啲碎塊仲未揾到。但係大家都覺得成幅拼圖已經開始成型。我相信就係因為咁樣，令我哋覺得喺未來5至10年之內會對付到呢種病。醫學界逐個病例，逐點咁樣收集到證據，顯示柏金遜症係環境有毒物或者病毒襲擊引致嘅腦部損傷。各界亦都開始積極尋求證據。初步研究顯示，從事某類職業嘅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柏金遜症。全世界嘅研究人員已經開始審視我哋喺家居或者工作上會接觸到嘅事物，睇下乜嘢人會患上呢種病，並且揾出原因。Since we're trying to detect occupational clusters, we are now also collecting. 我嘅同事徐醫生研究過唔同嘅職業以及患柏金遜症嘅風險。經過分析，佢發現柏金遜症喺教師以及醫護人員之間係比較普遍啲。隨後進行嘅研究亦都顯示，伐木工人同礦工患病嘅風險大幅增加。經常留喺屋企嘅人患上嘅風險咪少好多。或者可以咁樣解釋，引致呢種病嘅係一種呼吸系統病毒。留喺屋企就少啲接觸，教師接觸多就因為學生，醫護人員就因為病人。至於伐木工人同礦工，我哋就唔明，不過都揾到解釋。佢哋之間嘅共同點就係1年裏邊起碼部分嘅時間係住喺相當擠迫嘅宿舍裏邊，所以都會接觸到好多口水花，病菌可以傳染得好快。咁參與電影製作嘅工作人員又點呢？喺沙利同米高之後，同一組工作人員仲有2個人患上柏金遜症，中間有冇關聯呢？呢個係好有趣嘅問題。答案或者可以分成2方面嚟睇，就係首先冇人可以肯定巧合之外，就有其他嘅原因。雖然我哋必須承認一點，就係患者數目比預期嘅高，不過係偶然都唔出奇嘅。跟住就要問，如果唔止巧合咁簡單，咁又係乜嘢呢？大家接觸過同一啲嘢，或者係一啲佢哋工作環境自有嘅嘢，又或者係喺其他工作環境都會接觸到嘅嘢。呢組電影工作人員嘅柏金遜症病例，會唔會係好似感冒咁簡單嘅嘢引發呢？而家事過境遷，答案可能永遠係個謎。日本方面做咗啲研究，佢哋將感冒病毒注入老鼠嘅腦裏邊，啲病毒去到佢哋腦裏邊嗰個部分，即係柏金遜症主要攻擊嘅嗰一個目標，所以線索係有嘅。沙利加拿喺等緊謎團破解或者幹細胞療法可行嘅同時，亦都裝置咗一部小型電子儀器。呢部腦部刺激器通過手術植入喺佢嘅鎖骨下面。利用磁石啟動腦部刺激器，原理同起搏器一樣，佢會向腦部嘅電極傳送脈衝，堵截引致震顫嘅錯誤信號。儀器一生效，就好似魔術一樣，呢一刻仲係不由自主咁震顫，但係碰一碰磁石，刺激器一啟動，震顫就會即時消失，但係病人嘅病仍然存在，仍然要服用藥物。腦部刺激器效果固然好，不過都只係療法，未能夠治癒柏金遜症。可惜沙利嗰部腦部刺激器似乎冇效，所以佢又要去城市見佢嘅醫生。
tell me what your main symptoms now are? Tremor. Tremor, anything else? 到2001年秋天，莎莉加拿患柏金遜症就已經有17年。佢服用嘅藥物已經冇以前咁有效，而刺激器亦都似乎完全唔生效。The extent of your tremor. All right. And your leg too, right? Yeah. 莎莉係溫哥華第一批植入腦部刺激器嘅病人之一。當時手術係喺初步研發嘅階段。我諗腦部刺激器唔係人人有效嘅，好似你咁，我哋一開動嗰啲刺激器咧，都未抑制到陣戰就已經有副作用出現。我哋對付柏金遜症需要嘅下一步嘅療法，亦即係補充失去嘅腦細胞，咁就要等幹細胞技術或者係幹細胞移植術成為主流先至得啦。我好希望喺短暫嘅將來會成為事實嘅。喺過去嗰幾年裏邊，幹細胞科技已經有足夠嘅進展，好明顯睇得到呢個範疇嘅研究喺將來係大有希望。我認為呢個係好令人振奮嘅時刻，因為神經病學一直俾人睇低，神經創傷係永久性嘅，冇乜嘢可以做。點解要做神經病學家呢？呢種職業係最難捱嘅，因為病人永遠唔會好。但係而家我哋開始見到有啲例子係神經系統有重生嘅現象。20年前講呢個概念，會以為係科幻小說，但係而家的確有活生生嘅例子證明。我係樂觀嘅，唔好諗住今年或者出年5至10年，我相信會實現。我要保持住樂觀，相信呢方面嘅研究發展喺將來，我希望唔使等得太耐，會有其他嘅療法。我意思係，除咗我以前試過嗰啲手術同埋藥物治療，會有其他嘅療法可以幫到我，令我可以有返啲。令我有返啲自己嘅生活。一定會實現嘅，係無可避免嘅，就好似太陽朝朝升起一樣。所以我哋嘅使命就係令佢盡可能快啲實現。總之，我係100%相信佢會實現。支持香港柏金遜症會將善款存入亞銀行嘅戶口。佢哋開始相信病人係腦部受到昏睡性腦炎呢一種病毒嘅襲擊。由於受創以及被殺嘅多巴胺神經元太多，於是引致極端嚴重嘅柏金遜症。情形就好似嗰啲細胞受咗傷一樣，又或者係損害咗90%嘅細胞。有10%嘅腦細胞令你生存，8%就唔得。到咗70年代初期，一般嘅柏金遜症病人都已經採用左多巴呢一種人工嘅多巴胺作為治療。薩克斯試用左多巴治療佢嘅病人，結果令人鼓舞。幾十年嚟生活喺假死狀態之中嘅病人，驟然間被呢種新嘅靈丹妙藥驚醒。極端嘅嘢往往有啟發性，
呢啲重病嘅人令我哋對於使用佐多巴去醫呢種病嘅效力有咗新嘅體會。好遺憾，嗰次只係一場空歡喜。病人嘅腦受到病毒襲擊，死傷嘅神經元實在太多，其餘嘅神經元就算有佐多巴協助，都唔能夠負起所有工作。醫學界大失所望，不過仲有後話。短短幾年之後，喺加州又有人發現另一項重要嘅線索。我唔覺得呢種病係無可避免嘅厄運。事實上，我認為佢係有得救嘅一種病。我覺得好高興，就係我能夠集中精力喺更高嘅層面對付佢。同米高霍斯一樣，沙利加拿亦都決定改變佢人生嘅方向。喺帕金遜症嘅病徵越嚟越明顯嘅同時，佢亦都離開電影業，同丈夫戴力把握機會過逍遙嘅生活。佢哋變賣咗絕大部分嘅資產，離開溫哥華，兩個人一齊航海環遊世界。4年之後，佢哋翻到去加拿大，環遊世界嘅宏願並未達到，沙利嘅病情惡化，佢哋被迫提早歸學。沙利等待曙光嘅同時，亦都盡量保持積極。你話我仲有咩選擇啊？我可以跳上床，大被冚個頭，話俾自己知冇啦，我死梗啦。但係咁做又有咩意思呢？即帆船唔再屬於佢，航海嘅經歷亦都成為咗美好嘅回憶。不過佢哋喺海上嘅期間，研究人員仍然努力要解開帕金遜症嘅謎團，而且有咗進展。帕金遜症直接嘅因果關係，最早係喺82年6月喺加州發現。喺史丹福大學醫療中心，一個21歲嘅女人發覺自己全身癱瘓，講唔到嘢。康尼辛斯本來一直喺小鎮過住正常生活，後來喺男朋友教唆之下開始吸毒，但佢一試用相信係海洛因嘅毒品之後，就出咗意外，被送到史丹福嘅精神科病房。醫生花咗2個星期進行一連串測試，佢哋從未見過咁樣嘅病例。康尼嘅肌肉僵硬，動彈不得。此外，佢仲講唔到嘢，唔能夠照顧自己。只不過服用咗一啲神秘藥物，康尼就已經出現咗似乎係末期帕金遜症嘅病徵。佢直情好似一夜之間患咗帕金遜症咁，真係離奇。呢種現象令科學界頗為震撼。唔單止康尼一個，喺佢出事之前短短幾日，位於三藩市以南1小時車程嘅聖何塞山谷醫療中心，有另一個吸毒者被警察押解入急症室。嗰個男人全身僵硬，動彈不得，講唔到說話。警察以為佢只係詐病。喬治卡里路亦都服用咗佢以為係海洛因嘅毒品。之後嗰個星期，總共有6個吸毒者因為出現帕金遜症病徵而被送入加州嘅醫院。嗰班病人相距成100里，而有相同嘅綜合病徵。佢哋唯一相同之處就係大家都吸海洛因。於是就係喺呢個相同點之下，我哋開始去破解呢個謎團。有關當局再花咗10日去追尋問題嘅來源，結果喺一間毒品實驗室發現煮到過咗時嘅人造海洛因。如果太高溫或者酸性太重，就唔會做到你想做嘅人造海洛因，做出嚟嘅會係前所未有，原來係最有選擇性嘅損害腦部嘅一種毒物。蘭斯頓醫生直覺認為係呢一種叫做 MPTP 嘅有毒化學物引致某類型嘅帕金遜症。為咗尋求真相，佢開始用佐多巴治療康尼同嗰班病人，同當年薩克斯醫生喺紐約令到嗰班病人重新活動一樣，蘭斯頓嘅病人幾乎係立即就回復生機。
但係同紐約嗰次奇蹟一樣，聖何塞嘅情形亦都只係一場空歡喜，治療要緊急停止。我哋好快就發覺有問題，係治療出現咗副作用，病人嘅身體不由自主咁抽搐、扭擺，呢種所謂運動障礙係控制柏金遜症嘅一大難題。有幾個病人仲出現咗幻覺，睇到蛇啊、蟲啊、火啊咁。康尼新斯嘅副作用好嚴重，經常有受到襲擊嘅幻象，以至佢喺屋企都要隨身帶住把刀自衛。治療嘅副作用令佢嘅表現好失常，最後我哋被逼停晒治療、停晒藥，於是佢就有晒純粹嘅嚴重嘅柏金遜症狀。康尼停咗藥，身體又再完全癱瘓，之後就同其他 MPTP 病人一樣，病情不斷惡化。有幾位病人被送到哥倫比亞大學全北美最好嘅其中一間腦掃描中心。利用靜止斷層造影，中心嘅科學家確定咗一點，就係病人身體就算清除嗰啲人造海洛因，腦細胞仍然繼續受損，就好似普通柏金遜症一樣。MPTP 呢一種有毒物係唔可以長期儲存喺骨內嘅粒子，好似某啲金屬咁樣，所以佢入咗身體之後咧，又會排翻出嚟，唔會留喺身體裏邊。而蘭斯頓醫生同我哋喺度研究呢班病人，就顯示出佢哋呢一種失調呢係同柏金遜症一樣咁進展嘅。本來你以為啲病人有2、3次嗰類事件，或者係接觸過嗰種毒品幾次就會患上柏金遜症，而病情就會保持穩定。點知原來唔係咁啊！佢哋嘅病情會惡化，所以嗰次觀察所得嘅結果非常之重要。令到單一事件引發呢種病嘅假設可信。嗰啲 MPTP 病人嘅健康繼續惡化，好明顯用多巴胺進行治療並唔足夠。咁多細胞俾毒素殺死，病人急需新嘅細胞嚟取代。結果幸運之神眷顧，佢哋得償所願。請支持香港柏金遜症會，將善款存入亞銀行嘅戶口。一班科學家乘坐巴士去比利時參加醫學會議聚餐，巴士嘅車轆喺途中陷入泥漿裏邊。我咁啱坐喺一位專家隔離，佢係安達斯比約倫特神經移植術嘅先鋒。我哋傾咗1小時。喺黑暗中，我哋傾科學，傾共同嘅興趣，就係咁傾出個結果，將啲病人送去接受移植。瑞典呢組醫療人員已經試過為病人移植新嘅腦細胞，佢哋將人類胎兒組織注入年老嘅柏金遜症病人腦部，結果唔算好成功。因為當病情惡化，新嘅腦細胞都會被殺。但係喬治卡里路就唔同，因為佢嘅細胞係俾有毒化學物損毀，而唔係因為病情惡化而死。我哋仲未知道，一般柏金遜症嚟講，嗰啲引致細胞死亡嘅嘢，會唔會又調翻轉頭襲擊嗰啲新移植嘅腦組織？所以佢哋認為呢幾個 MPTP 病例好有關鍵性，係有佢嘅理由嘅，因為佢哋可以藉此證明呢種新嘅神經移植術的確可以扭轉柏金遜症嘅病情發展。手術確實有效，腦部受化學動物攻擊而曾經癱瘓嘅卡里路喺手術後1年已經能夠喺陽光普照嘅聖何塞踩單車。我哋好興奮，真係好興奮，實在太神奇。呢個係醫學上嘅突破，原則上證明咗細胞移植術可以修補受損嘅腦部，扭轉柏金遜症嘅病情。我哋的確有證據顯示新移植嘅腦細胞有長出纖維連接主體嘅腦部，亦即係話情況大有希望，因為從中可以睇到長遠嚟講腦部會有比較正常嘅功能。
我哋睇到嗰啲移植嘅細胞冇死，佢哋冇過度疲勞以致虛脫。我諗對於任何想以細胞移植呢種療法對付呢種病嘅人嚟講，呢點係好關鍵性嘅資訊，係一種好有力嘅證明。而康尼新斯喺呢方面嘅經歷就苦樂參半。瑞典嗰種醫療人員唔願意幫佢做手術，因為佢十分之虛弱。但係蘭斯頓醫生以同情為理由，說服咗佢哋。移植手術之後，我哋經常都嚟屋企探佢。我記得最令人興奮嘅係見佢自己坐起身同落床，可以話係我哋嘅大勝利。我哋等咗1年先等到，能夠令佢重新生活，的確係好事。但係佢仍然有殘障，唔能夠過正常嘅生活，所以我諗佢一定好痛苦。已經好返啲，但係又未好到好似我哋多數人咁能夠享受生活。煮到過咗時嘅海洛英引起嘅呢個謎團解開咗，似乎亦都透露出各種形式嘅柏金遜症致病嘅秘密。MPTP 呢種令海洛英有毒嘅物質係好簡單嘅粒子，佢喺人體引發基本上係呢種病嘅所有病徵。如果一種分子或者化學素可以咁樣毒害吸毒者，咁喺環境之中嘅一種化學物質似乎亦可以引致呢種咁嘅病。所以呢項發現有好大嘅啟發性，喺柏金遜症研究方面引發一場革命。但係由於新細胞來自人工嘅或者自然流產嘅人類胎兒，所以呢一種帶嚟曙光嘅新療法一早已經捲入政治鬥爭之中。有呢種病好唔舒服，病情又會持續惡化，想做嘅嘢未必做得到，但係同時佢又會令我徹底咁改變咗我成個人。有好多時我都話有呢種病未必係壞事，佢諸多衰索，但係同時亦都好有啟發性，令我明白一切都唔係必然嘅，令我對人哋嘅處境更加能夠感同身受。喺70年代末期，米高霍斯同莎莉加娜一齊拍攝同製作電視劇嗰陣，兩個人都冇諗到生命會因為柏金遜症而改觀。到1995年，莎莉已經明白到被動咁應付並唔足夠，佢覺得應該試下徹底根治。莎莉決定試下腦部手術嘅功效，佢接受咗淡倉球切開術，將腦裏面嘅部分神經永久性切斷，目的係試圖減少或者制止嗰啲引發佢手部震顫嘅雜亂信息傳送。結果左邊身體震顫減少，但係冇幾耐，右邊身體都有震顫現象。於是佢又要認真考慮應唔應該再冒險接受腦手術，試下抑制右邊身體嘅震顫。但係佢十分唔好彩，佢冇得選擇接受腦細胞移植去填補死亡或者受損嘅神經元。喬治卡里路同其他病人喺瑞典接受嘅手術被界定為醫學實驗，而唔係可行嘅療法，所以公眾唔可以採用。就算人人都認同呢種療法係最好，人類胎兒細胞嘅組織供應始終都會好有限。雖然我哋知道嗰啲移植嘅細胞能夠存活，而手術亦都相當安全，但係佢始終唔會係長遠嘅療法。連瑞典嗰班醫生都同意，甚至科學界幾乎人人都會話，而家最大嘅希望係採用幹細胞。幹細胞係原始嘅神經細胞，可以被誘使去負擔好多類工作，例如製造多巴胺。其實到90年代中期，多數研究計劃都已經用緊幹細胞，來源係人工受孕診所培植出嚟嘅多餘嘅胚胎。呢啲原始細胞如果有適當嘅調教，相信可以培育成我哋需要用嚟醫病嘅嗰啲人體組織。如果可以移植啲細胞，而佢哋話我係製造多巴胺嘅，好啦，等我嚟開工。而真係做得成，
咁樣嘅話，我就會好得返。但係反墮胎組織亦都多方面游說，試圖禁止幹細胞研究。佢哋嘅理據係移植細胞，無論係胚胎抑或係胎兒嘅細胞，都等同於為咗救人而殺人。其實採集成人幹細胞都係有可能嘅事。理論上，好似康妮呢一類病人，終有一日可以採用翻自己嘅骨髓、皮膚甚至脂肪嘅細胞。不過目前都仲係喺試驗階段。另一方面，喺成年人身上採集呢啲原始嘅幹細胞，誘使佢哋長成為你要嘅人體組織，然後用嚟取代佢本人嘅受傷細胞。呢套理論都好吸引，而且係冇任何道德上嘅爭議。佢唔係胎兒組織，佢唔係有生命，而係來自成年人嘅，爭議會少好多。不過問題在於，成人幹細胞嘅科學研究少好多，相信要等好多年先至能夠跳出實驗室，發揮佢醫病嘅作用。幹細胞亦都會幫到糖尿病人、癌症病人，而且已經有接近成功嘅突破。糖尿病人有1600萬，柏金遜症病人有200萬，唔知幾多人有老人痴呆症、多發性硬化、肌萎縮性側索硬化，所以遲早有人會發覺自己阻撓呢類研究發展，就等於自毀政治前途。不過哲學性辯論只係爭鬥之一。米高霍斯初時去華盛頓做嘅係促請國會喺財政上給予柏金遜症研究等同於愛滋病以及其他高姿態病症研究嘅優待。當我發覺柏金遜症研究嘅撥款少得咁可憐，真係震驚兼沮喪。好多人話柏金遜症係最有得醫嘅神經失調症，亦係萬眾期待最早出現突破嘅。我預期自己到40幾歲就會面對多數人70、80歲只會面對嘅挑戰。但係如果我哋大家都盡自己嘅力量去徹底消除呢種病，咁我50歲都仲可以喺仔女婚禮上面跳舞。同我一齊開心嘅會有幾百萬人。多謝大家俾機會我發言。而喺紐約，米高霍斯就設立自己嘅基金會，為柏金遜症研究籌款。我辭演政界小人物，專心去揾柏金遜症嘅療法。我希望10年後我就失業，因為科學家相信10年後就有突破。不如上個網站幫下我哋手。大家合力，10年之內就打敗佢。好啦，我要講嘅就係咁多。多謝大家支持。喺加州離聖何塞冇幾遠嘅太陽谷市，一間全新嘅診所兼醫學研究中心落成。柏金遜症研究所得以成立，主要係歸功於威廉蘭斯頓同佢嘅 MPTP 病人。係佢哋引發起大眾嘅關注，投放喺柏金遜症研究嘅資金已經多咗，不過未足以顧及等待佳音嘅病人。我已經立定咗決心，要嘗試成立一個有效率嘅專責研究小組，係可以靈活而迅速咁去鑑定潛質最好嘅研究。跟住我哋可以遊說政府，話我哋啲錢資助研究，你最好都幫下手。米高霍斯基金成立之後，投入服務啱啱滿1年，米高已經簽署第一批支票，撥款超過150萬美元資助新嘅研究。到而家已經有超過2000萬美元嘅捐款。10幾20年都冇做嘅嘢，我哋1年內就已經做得到。亦即係話嗱，呢個問題人哋話解決到嘅，而世界上等待救援嘅人亦都好多。話做就做啦，唔好講咁多廢話啦。柏金遜症研究即將出現突破，科學家喺呢方面嘅發言亦都開始樂觀。而家嘅情況就好似拼圖，有好多塊堆埋一齊，未完全砌好，而且有啲碎塊仲未揾到。但係大家都覺得成幅拼圖已經開始成形。我相信就係因為咁樣，令我哋覺得喺未來5至10年之內會對付到呢種病。
醫學界逐個病例，逐點咁樣收集到證據，顯示柏金遜症係環境有毒物或者病毒襲擊引致嘅腦部損傷。各界亦都開始積極尋求證據。初步研究顯示，從事某類職業嘅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柏金遜症。全世界嘅研究人員已經開始審視我哋喺家居或者工作上會接觸到嘅事物，睇下乜嘢人會患上呢種病，並且揾出原因。Since we're trying to detect occupational clusters, we are now also collecting barcodes. 我嘅同事徐醫生研究過唔同嘅職業以及患柏金遜症嘅風險。經過分析，佢發現柏金遜症喺教師以及醫護人員之間係比較普遍啲。隨後進行嘅研究亦都顯示，伐木工人同礦工患病嘅風險大幅增加。經常留喺屋企嘅人患上嘅風險咪少好多。或者可以咁樣解釋，引致呢種病嘅係一種呼吸系統病毒。留喺屋企就少啲接觸，教師接觸多就因為學生，醫護人員就因為病人。至於伐木工人同礦工，我哋就唔明，不過都揾到解釋。佢哋之間嘅共同點就係一年裏邊起碼部分嘅時間係住喺相當擠迫嘅宿舍裏邊，所以都會接觸到好多口水花，病菌可以傳染得好快。咁參與電影製作嘅工作人員又點呢？喺沙利同米高之後，同一組工作人員仲有2個人患上柏金遜症，中間有冇關聯呢？呢個係好有趣嘅問題。答案或者可以分成2方面嚟睇，就係首先冇人可以肯定巧合之外，就有其他嘅原因。雖然我哋必須承認一點，就係患者數目比預期嘅高，不過係偶然都唔出奇嘅。跟住就要問，如果唔止巧合咁簡單，咁又係乜嘢呢？大家接觸過同一啲嘢，或者係一啲佢哋工作環境自有嘅嘢，又或者係喺其他工作環境都會接觸到嘅嘢。呢組電影工作人員嘅柏金遜症病例，會唔會係好似感冒咁簡單嘅嘢引發呢？而家事過境遷。答案可能永遠係個謎。日本方面做咗啲研究，佢哋將感冒病毒注入老鼠嘅腦裏邊，啲病毒去到佢哋腦裏邊嗰個部分，即係柏金遜症主要攻擊嘅嗰一個目標，所以線索係有嘅。沙利加拿喺等緊謎團破解或者幹細胞療法可行嘅同時，亦都裝置咗一部小型電子儀器。呢部腦部刺激器通過手術植入喺佢嘅鎖骨下面，利用磁石啟動腦部刺激器，原理同起搏器一樣，佢會向腦部嘅電極傳送脈衝，導致引致震顫嘅錯誤信號。儀器一生效，就好似魔術一樣，呢一刻仲係不由自主咁震顫。但係碰一碰磁石，刺激器一啟動，震顫就會即時消失。但係病人嘅病仍然存在，仍然要服用藥物。腦部刺激器效果固然好，不過都只係療法，未能夠治癒柏金遜症。可惜沙利嗰部腦部刺激器似乎冇效，所以佢又要去城市見佢嘅醫生。Tell me what your main symptoms now are. Tremor. Tremor, anything else? 到2001年秋天，沙利加拿患柏金遜症就已經有17年。佢服用嘅藥物已經冇以前咁有效，而刺激器亦都似乎完全唔生效。The extent of your tremor. All right. And your leg too, right? Yeah. 沙利係溫哥華第一批植入腦部刺激器嘅病人之一。當時手術係喺初步研發嘅階段。我諗腦部刺激器唔係人人有效嘅。
好似你咁，我哋一開動嗰啲刺激器咧，都未抑制到陣戰，就已經有副作用出現。我哋對付帕金遜症需要嘅係下一步嘅療法，亦即係補充失去嘅腦細胞。咁就要等幹細胞技術或者係幹細胞移植術成為主流先至得啦。我好希望喺短暫嘅將來會成為事實嘅。喺過去嗰幾年裏邊，幹細胞科技已經有足夠嘅進展，好明顯睇得到呢個範疇嘅研究喺將來係大有希望。我認為呢個係好令人振奮嘅時刻，因為神經病學一直俾人睇低，神經創傷係永久性嘅，冇咩嘢可以做。點解要做神經病學家呢？呢種職業係最難捱嘅，因為病人永遠唔會好。但係而家我哋開始見到有啲例子係神經系統有重生嘅現象。20年前講呢個概念，會以為係科幻小説，但係而家的確有活生生嘅例子證明。我係樂觀嘅，唔好諗住今年或者出年5至10年，我相信會實現。我要保持住樂觀，相信呢方面嘅研究發展喺將來，我希望唔使等得太耐，會有其他嘅療法。我意思係，除咗我以前試過嗰啲手術同埋藥物治療，會有其他嘅療法可以幫到我，令我可以有返啲。令我有返啲自己嘅生活。一定會實現嘅，係無可避免嘅，就好似太陽朝朝升起一樣。所以我哋嘅使命就係令佢盡可能快啲實現。總之，我係100%相信佢會實現。請支持香港柏金遜症會將善款存入亞銀行嘅戶口。